大家好，我係黃宗堯，請支持新聞。跟住我走得噶啦，祠堂都俾埋佢。實際上住咗幾多個人？3個老人家，用機關槍掃唔到一隻。如果一個人到40、50歲，一啲物業都冇，乜都冇嘅，呢個人都係廢人嚟㗎啦。我侯志強覺得臭死，1萬幾隻係乜嘢？祖國13億人口都未叫人多，有兩所招佢就已經充滿人情味、愛心啦。我喺新界大把地，使乜霸人啲地？新界係咁噶啦。人哋問我如果收地就發達，我話係發達啊，有乜辦法啊？如果我留心聽書，我做咗法官啦，我盡量令自己遲鈍啲啦。又係咁講，咁即係全部都係話我第一，都唔使講嘢啦，即係。我要將一條小小嘅村，令到成個北區無人不曉，令到成個香港無人不曉，包括埋呢個地球。人哋夠話我有型過呢個劉青雲啦，冇原因嘅，點可以攞冠軍啊？政府俾我做噶嘛，咁佢嗌我做，我唔做唔得噶。政府好英明噶嘛，點會無端端殺一個咁能幹嘅議員咧？睇到劉婆婆塊農地點樣俾人惡意破壞。09年7月呢一日，有架泥頭車突然駛入農地，狂倒泥頭，農地好快就變成泥地。身為村長嘅侯志強終於出現啦，以為佢嚟幫阿婆啦，點知佢嚟搞破壞。侯志強幫手指揮倒泥，仲施施然喺度流水添。